后来乡亲继续来看 F-16的战机发生着意外，失联的飞官当时并无穿防寒衣，引发着讨论咯。国民党的立委批评，为什么装备一直无升级呢？国防部长顾立雄讲，去年已经采买，今年3月就会当全部交货。 这属啥是美国空军甲海军的飞行员伫寒冷的水下执行任务的装备，不过 F-16飞行员就差一领防寒衣尔。据我了解，换上2种飞官的飞行员拢已经有啊，不过 F-16这摆是出代志，才又搁被提起。在114年进行，应该军购的方式嘛，军购。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交货，那预计在今年的3月以前会全数交货。 今年空军则讲，打算明年1月交货。这摆顾立雄时间提早强要10个月，要让 F-16的飞官赶紧加一员的保障。另外，这套系统搁较袂当欠。 The pilot had an estimated 2.4 seconds to react for a 5G recovery. 实际方向看轨迹图，会当看得出关键的时期，这天机向请管画出一条保命的线。这套自动防浪系统，航电计划开1400亿，要升级 F-16。到2023年，硬体设备完工啊。2019年就已经买自动的防浪系统啊，相关的软体部分，延到2028年才会当结案。 预算从1100多亿增加到1400多亿，期程从原来的101年到112年要完成，可是后来又延长到117年，我们才想到我们有很多的防撞系统在我们的机型上面有很多也都没有装设。让国防好，就是要给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支持力道，而不是又要国防好，又不给资源，不让他做事。 一代 F-16失事和飞官安全保障，又搁伫立法院引起讨论。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